平安。礼拜早起，咱游园要伫圣殿用诗歌来学老，来领受上帝话语。咱大省内锻炼295首，圣诗295首。勇敢坚固圣道，较赢正艰苦。不论毋是无论不论好歹境遇，军队我救主。虽有失望累积，反转哪有勇气？对起头所羡慕，向前行天路。咱来吟第1节甲第3节。所述活命的话，奥妙圣经名记，无人捌主，互人知罪，恩典明明指示，教咱捌主旨意，诚心来服侍伊。上帝的话，活命的话，智慧奥妙极大。上帝的话，活命的话，带咱直到永远。咱游园吟第1节、第3节。相信。
我要夜望五山，我的帮战队倒落来，我的帮战队也有法来。伊是创造天地的，伊无要互你的脚摇逝，保守你的伫脚无顿眠。耶和华要保守你，免受一切灾害。伊要保守你的性命，日出日入。耶和华要保守你，对即时直到永远。咱来吟信诗，信诗第462首，上帝所赐活命的话，咱起立来吟全首。上帝所赐活命的话，奥妙圣经铭记，无人捌主，互人知罪，稳定明明之时，甲咱捌主亲，信心来好使伊，上帝。真理的话，奥妙听通激情，片段天的互人反悔，正做天顶国民。愿咱地上做人，信守救主怜悯，上帝的话，活命的话。智慧奥妙极大，上帝的话，活命的话，带咱直到永远。真道活命好因的声，万民欢喜来赴。圣经上读真道上听。亲心永远的主，写做平安稳事，因跟我命路。上帝的话，我命的话，智慧奥妙极大。上帝的话，我命的话，带咱直到。这是咱犹原徛的，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来，请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亚多人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，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面，伊要对雅各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。信徒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复活，永远活命。阿免，请坐。咱来掀开启应文，启应文第37篇，启应文第37篇，就是马太福音第6章。我来启，恁来引。无伫挂入恁的性命，要食甚物？要啉甚物？啊是恁的身躯要穿甚物？恁的性命敢无较大伫美娘？恁的身躯敢无较大伫伊上嘛？
试看天中的飞鸟，无种作，无修行，无积聚伫积仓。恁的天父也伫饲因。恁也无比遐个较贵气吗？恁什么人会用挂驴，互性命搁较长一刻久？啥事为着伊上挂路啊？凊想山里的百合花怎样大丛？因无芳气，无芳气。若是我甲你讲，当所罗门建房屋的时，你所穿的毋达着即号花的一蕊。搭山里的草，今日直地，明仔日下伫火炉，上袂互伊清甲安尼。何况你小心的人啊！所以无伫挂驴讲，我要食什物，要啉什物，要穿什物。因为你的提拜早食的拢是恁欠用的，独独大声求伊的国甲伊的义，就这伊拢要煞互恁。所以无伫为着明仔日挂驴。因为迄个明仔日伊要家己挂路，一日的艰苦，伫一日到夜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阿伯伯上帝，感谢你顾守引带阮经过一礼拜久的时间，但只是阮还阁自持伫你主你的圣殿内面，甲主你三角见面敬拜你。恳求主，你只是踮伫阮的中间，安静阮的心，互阮会通明白对你的无者所来的教示，互阮会当遵趁你的话，守你的诫命，互阮凡事通达。爸啊，阮人是微细的，阮的肉体是土粉。当阮勇行的时，阮爱感谢你，因为阮的肢体勇行，阮的心神就会快活。当阮虚弱的时，阮也爱感谢主你，因为阮相信主你会医治阮。总是阮是有罪的人，恳求主你来赦免阮。无论阮是勇行，也是虚弱，拢互阮知，这个是主你所备办，为对要爱互阮，搁较行主你的款式。阮的主，你安尼讲，我就是活命的饼。就近我的人，决断袂枵；信我的人，永远袂喙焦。我爱恳求主你，垂听阮软弱的祈祷。阮知敬有的好歹是你所定，因为你有叫日头照好人，也照歹人。总是主，阮确信上帝咧照顾阮，无论经过啥物款的日子，拢有你的引带。求你甲阮三角伫地。我安尼恳求、祈祷、甲感谢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咯，咱遮圣歌队，今日要唱的诗歌是快乐的歌。
咱来看圣经。今日的圣经记载伫《帖撒罗尼迦后书》第2章第1节到第17节。《帖撒罗尼迦后书》第2章第1节到17节。兄弟啊，论到咱的主耶稣基督的灵教，甲咱遮的自治归依，愿求你，无论对神，也是对话，也是对批假冒阮的名的，讲主的字，现在到啊！你的心志无伫快快摇动，也无伫惊吓，无论用甚物话，伊概无伫互人引诱，因为迄日还未到。的确，大神有背教的事，甲遐个罪恶的人，就是争论的人出现。伊是做对敌，也自高，搬过一切亲做上帝受敬拜的，甚至做伫上帝的殿，表明做上帝。我还甲恁伫地时，捌将遮个事讲，互你讲，恁敢袂记得吗？搭迄个阻挡伊，互伊到伊的旗才出现的，你也知，因为不法的秘密已经在运动。独现今有一个阻挡伊的，直到迄个阻挡的对中央拄去，迄时迄个不法的要出现，主耶稣要用伊的口气来灭伊，用伊灵教的显现来废无伊。迄个不法的灵教，是照撒旦的运行，用一切权能、心力、甲假的调头，搁用一切不义的鬼客行遐个争论的，因为因无接纳真理的疼来得救。为着安尼，上帝将奇妙的运行降互因，互因信白贼。互囡仔毋信真理，去欢喜不义的，拢受нед断。若是主所听的兄弟啊，我应该替恁常常感谢上帝，因为上帝对起头紧你，要互恁得救，是在伫神的正信，甲信真理。为着遮个，因对阮所传的福音捌掉恁。来得到咱主耶稣基督的恩根，所以兄弟啊，着徛在恁所得到的传授，无论是对嘴讲的，还是对阮的批，凡所学习的，着接受伊。咱的主耶稣基督甲咱的爸上帝，就是听咱，也伫恩典将永远的安慰甲好的恩望赏赐咱个。愿意安慰恁的心，坚固恁一切好的所行、好的所讲。进度，今日的进度的题目是信仰庭看厅，信仰庭看查。咱将时间交予正言传道。各位建成教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可能对侪人感觉就很熟悉，就熟悉啊。可能对一寡人感觉讲就陌生的，因为我已经离开即间教会5冬，受上帝差遣、差派到南部伫遐个所在牧会，所以对每一摆转来到即间教会，特别是伫主日礼拜要甲大家分享主的话的时阵，迄种感受拢特别激动，因为是一个真实的环境，毋过嘛是甲大家有一阵仔时间无见面，所以嘛有淡薄仔紧张，毋知影讲敢会真正有法度甲上帝的话好好啊解释互大家听，互大家拢会当领受到福音，所以这是每一摆转来拢有一种期待，嘛是谨慎的心情。所以伫分享进前，咱先做伙来祈祷，互上帝神加做咱的帮助。
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，阮要做伙来领受主你的话语，求主圣神你帮助，光照阮每一个人。阮伫你的面前，阮得到你的话语的帮助。主耶稣，你的福音亲自进入到阮每一个人的心中，互阮拢会当知影，主你已经为阮所做的一切，嘛，互阮愿意来回应主你的听。求主耶稣帮助阮，互阮拢会当拍开阮的耳孔，拍开阮的心门，互阮所听的拢真做阮的帮助。阮的同心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免。今日有这个机会，代表台湾新学院转来到建成教会，甲大家来分享请安，嘛会甲大家报告新学院最近的一寡状况甲需要。其实这两个所在，建成教会甲台湾新学院是对我人生有真重要的所在，嘛是培养我真重要的两个所在。一个是培养我将近30冬，坚固我的信仰，互我会当袂行歪错。互我会当稳定行伫主的道路顶面的，就是咱的教会。另外一间是，互我领受呼召了后，互我会当行往另外一条真做传道人的路，互我会当受到更较侪的栽培甲装备。其实我非常感谢上帝，虽然讲对2017年我就离开遮，踏入新学院伫遐来受训练，然后受差遣派到台南迄个所在来牧会。毋过即5冬不时，我拢会看到伫我的赖群组内底，特别我嘛真感谢社青的团契，迄个团契拢会当互我继续伫内底潜水。我虽然拢无出声，毋过我拢会当看到大家的状况安怎。所以迄个时阵，我每一遍看到遐个相片，看到每一个礼拜聚会的时阵，我拢真感恩，因为我看到内底的人愈来愈多，咱教会少年人是愈来愈复兴，这是真侪教会拢期待、拢盼望的，伫咱的教会已经实现啊。所以有时阵我心内我嘛对阮家己讲声笑，讲是毋是我较早离开的去读新学院，那安尼社青的人嘛会搁较多。因为当我离开了后，看到人愈来愈多，我有时嘛会安尼讲声笑来对我家己想。虽然讲这是一个开玩笑，毋过真侪时阵，咱常常容易真简单就受到即种的谎言来欺骗，即种假话欺骗着咱家己的心。特别是当咱的心智无够坚强的时阵，特别是当咱若是有时受伤的时阵，常常一句话就会当互咱心情规拍歹去。特别是伫牧会的时阵，有时阵会听到一句话，就互家己感觉讲心就安尼失落。有时阵有人会讲，你今日的讲道，我真无感动呢。迄时阵有可能对牧者会失去信心，对服侍感觉失望。所以鼓励咱兄弟姊妹，若是你真正感觉今日的毋是讲我啦吼，你若是感觉讲。知美牧师、一节牧师的讲道，也是讲其他有来的牧师对咱的讲道对咱的性命有帮助，请咱不要吝啬，咱会当大大来鼓励讲，感谢上帝，我今仔日得到福音啊！伫前一阵有一句话会当惹人受气的，这梗非常的红，各行各业嘛有即种一句话就惹你受气的一句话，譬如讲学设计、学设计的。定定就是听到一句话讲，你这帮我凊彩画一个就好，好无？啊无你帮我凊彩设计一个就好。安尼我一个简单的一个苹果的图案就好啊。哇！我想学设计的人听到这其实是非常受气，因为迄毋是凊彩画画安尼就有啊。啊，佮有伫咱教会，譬如讲弹琴、抒琴的人，你即首歌帮我凊彩弹一个好无？咱拢毋知影伊要练是爱练足久的。也阁有互人足生气的是全职妈妈，有真侪人拢对全职妈妈有误会，讲你竟然拢全时间伫厝内带囡仔，那安尼你的时间应该真多吧？反正囡仔就是食，然后就困，困了搁食，食了搁困，困的时阵你毋着经营。全职的妈妈听到即句话，可能拢要跳起来。有时阵因囡仔困的时阵袂当休困，而且搁爱准备伊食的物件，搁爱款。规家伙仔的人的代志，所以有时阵一句话就会当惹人来受气。
伫现代即个心理学内底研究有讲，真侪人咱有即种负面情绪、无好的情绪，其实最后伊的来源拢会当追究，是因为咱人失望。譬如讲，咱期待有家庭的时间，你发现讲你的翁也是你的某，逐工拢少晚下班的，囡仔嘛是共款，逐工拢无要转来厝，半暝10点、11点才要转来。有的人就开始足生气，讲恁是安怎拢无要转来？敢讲即个家无温暖吗？有人可能是安尼，真艰苦用口的讲，恁是毋是拢无要注重即个家？有人是不安，开始犹豫，是毋是我做了无够好？是毋是大家拢无想要转来？是毋是我无将即个家创甲较温暖的？有时阵到尾后，咱会愈惊吓愈恐惧，最后有人嘛会变做是忧郁。当咱累积过多的失望的时阵，咱的生命就会渐渐变做非常的软弱，变做真软弱。对咱的即个真理会失去判断的力量。所以咱真简单，就互人互迄种毋是真理的话控制咱的生命。特别是伫暗时夜深人静的时阵，心中不时就会出现讲。我是毋是无适合做一位妈妈？我是毋是无适合做即份职业？我是毋是无适合做牧师？我是毋是无适合活伫即个世界？这拢是非真理的控告，毋是真理的控告。但是即种毋是真理的控告，已经破坏咱甲上帝之间的关系啊，嘛已经破坏咱甲上帝的咱对上帝的信心啊。所以有时阵挑战若来的时阵，挑战来，咱就无法度坚固咱的信仰。其实即种的挑战，毋是咱即马现代的人才有的。伫早期2000年前的帖撒罗尼迦人，嘛有类似的困境。凡说因无亲像咱的生活遮尔啊复杂，有遮侪啊复杂的问题，毋过因嘛有一个因真大真怪的困境，因无法度坚固信仰的问题是。因对耶稣要搁再来有真大真大的问题。帖撒罗尼迦是保罗伫第2摆宣教的旅程中间所建立的教会。伫《使徒行传》第17章第1节到第30节就有讲着，你会当看到伫《使徒行传》保罗连续3个安息日伫遐来传讲耶稣的真理，甲因讲基督就是迄位搁要再来的基督，就是耶稣。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深信即个福音，嘛深信讲主必定要搁再来，所以大家非常火热，拢期待讲主要搁再来啊！伊要来审判这日，伊个审判日子要来啊，公义要显现啊，遐个受压迫的拢会得到讨放啊，主的荣耀要显明啊。但是日子一天一天过，因所期待。伊必定以患难报复遐个加患难互恁个人的即件代志，敢若无出现，无改变。不公义的事情仍然有，无公义的代志犹原抑搁伫个，患难抑搁有。到底咱基督信仰所讲的公义伫倒位？是毋是就是伫即个社会内底，敢若无望啊？所以对社会即种无公义、政府的腐败。咱人渐渐失去望。更较讽刺的是，这压迫人的代志、无公义的代志，竟然伫迄个时代称作罗马和平。罗马和平，到底主伫倒位啊？凡说有人讲主袂来啊，你看到咱即马嘛过2000多年，今年已经是2022年啊。伫末日审判主的日子，感觉？嘛还袂来啊！凡说嘛有人讲，其实主早就已经来啊啦。伫迄个时代，帖撒罗尼迦人有人讲，凡说就是罗马皇帝啊。你看，伫咱的罗马的管理境界内底，遮尔啊和平，只要有人敢反叛，就强制清零。哪有啥物反叛分子，将遐围起来就无啊？用武力制造和平，用武力制造平安。
这不法之人所带来的假的消息，因讲主已经来啊。因去的时阵，嘛高举罗马的皇帝，讲其实伊就是基督。所以伫经文遮就有讲，有人提悬家己超过一切称作神明，也是敬拜对象，去坐伫上帝的殿，自称做上帝，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明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，甚至坐在神的殿里，自称为神。所以有人讲，上帝已经来啊，主已经来啊。当这毋是真理的话一再出现，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嘛渐渐相信讲，这毋是真理的话，这假的话，这谎言。所以因对福音嘛渐渐失去希望。保罗写这张批，要提醒帖撒罗尼迦教会，讲。恁是我伫帖撒罗尼迦所建立的第一间教会，是照基督的福音所建立的教会。伫帖撒罗尼迦，恁是第一批信主的人，恁是上宝贵的啊！因为主已经对起头，就拣选恁来得着救。你们是出熟的果子，使你们因信真道，又蒙圣灵感化成圣，得到拯救。所以，恁因对信心，诚做圣洁的子民，搁互恁确信真理。为着这个，上帝通过阮所传的福音，呼召恁来领受咱的主耶稣基督的荣光。这是保罗对帖撒罗尼迦人所讲的话。这是真的消息，真的讯息，这嘛是真理的话。咱拢是互主所拣选的人，包括咱建成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。我即摆转来台北，拄好去见一位我真好的一位朋友。这位朋友真趣味，伊毋是基督徒，但是前一阵仔伊常常赖我讲，郑瑶，我会当安怎来开始读圣经？哇！我带一条，以前我伫因的中间，因拢会笑我这做基督徒的足无聊的，礼拜嘛无法度出去，啥物拢袂当做，限制一大堆。做基督徒敢若足痛苦的，为什么你莫放弃，甲咱做伙咧？其实我嘛有一阵仔定定听因安尼讲的时阵，软软弱软者的时阵，我嘛安尼想，对啊，做基督徒真正了辛苦，无遮尔轻松，甲搁爱服侍。反正主已经拯救我，我有相信安尼就好啊。应该嘛免遮尔积极来服侍，遮尔积极来教会吧。毋过感谢主，主已经亲自拣选我，成做伊的囝儿，所以伊差派真侪人坚固我，伊为我上十字架拯救我，互我相信伊，所以我得着救。伫我软弱的时阵，我嘛有兄弟姊妹会当成做我的帮衬，所以我会当持续继续行伫即条路。我迄个位朋友，伊知影我要去读神学院，要做牧师的时阵。伊就想讲，安尼我可能对圣经较了解。所以迄个时阵，伊问我要安怎读圣经的时阵，我是搁欢喜，但是我搁惊吓。毋过上帝工课，上帝工作就是遮尔奇妙。我虽然无特别伊传福音，毋过上帝却用伊的大能，却用伊家己的方式来拣选我的即位朋友，成做伊家己的囝儿。虽然因为工课的关系，伊无固定的时间，甲固定的教会会当聚会。毋过伊即马只要有机会，伊就会带伊的女朋友做伙去教会，而且伊阁开始带伊的女朋友读圣经。因已经对创世纪开始读到挪亚方舟啊。上帝拣选咱成做伊的囝儿，叫咱因为信这真理，佮因为信心的感动，成做圣洁子民，互咱要因为伊得到拯救。这是耶稣基督拯救咱的方式，伊毋是用强制清零，咱若无信，就强迫你来信。伊是通过伊家己的牺牲，用伊的行动，甲咱讲，伊疼咱，伊要呼召咱，成做伊的囝儿。这是伊要互咱的福音。所以咱爱知影讲，真理就是主疼咱每一个人，
主真实疼咱每一个人。有时阵咱真容易、真简单的，互即个世界的即个白贼话来欺骗。敢若只要无受到祝福，你的人生就通定义是失败的人生。所以出车祸毋是祝福的人生，所以破病毋是受祝福的人生。咱的婚姻有一寡困难的时阵，咱毋是受到祝福的人生；咱丧乡的时阵，咱散车无钱，毋是祝福的人生。毋过我会当真清楚，甲咱每一个兄弟姊妹讲，答案拢毋是这个话。真正受祝福的人生，是因为咱的性命，因为耶稣阁有一摆顶头来的机会，这是咱受祝福的人生。所以咱爱真正知影主疼咱，伊用伊家己的性命来换取咱伫基督内底新的性命。所以伫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，这是我上爱意爱的经文。若有人伫甲基督结连，就是新创造的人，过已经过去，其他拢变做新的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因为咱拢已经受互主来拣选，写成做伊的囝儿，成做伊的儿女啊。有时阵，咱真需要分辨真理的声，甲这假的讯息的声。咱嘛要学习，莫受到咱的信用诈骗，来受到欺骗，莫受到这信用诈骗，然后互咱失望。咱爱会晓思辨，咱毋是激励军队，咱爱知影，爱认真来思考，知影讲到底上帝的心意是甚物。亲像即摆的世界，诈骗愈来愈厉害，常常拢是用人急迫性、紧急的即种的心理，互你惊吓，来欺骗你的即个钱。所以咱需要先冷静落来，咱需要先停落来，好好思考。信用嘛是共款，咱需要停看查。咱若是拄着一寡伫信用内底的讯息，咱毋知影要安怎分辨的时阵，咱就需要停看查。这个查嘛有个另外一个是调查查考，阁有一个是自我省察、反省的迄个查。有时阵这个停是咱需要先祈祷，沉溺伫上帝的面前，咱需要恬静，好好伫主面前来安静听主的话。有时阵这个看是咱毋是去世界看，毋是去某一间教会世界看，是用上帝的话去看上帝的话来查验是毋是真的。阁有第三个查，就是咱爱去查考咱的资料，自我省察。这三个步，互咱会当搁一摆来判断讲，到底这个消息是真的是假，是福音还是假的消息。保罗提醒咱爱徛好在，凡咱所领受的这个教导，无论是因喙内所传的，还是保罗批所写的，伊提醒这个帖撒罗尼迦人讲，恁拢爱坚守。这嘛是咱做传道者的责任，咱诚做一间教会，咱嘛爱负这个责任。我即摆诚做一位传道人，诚做一位牧者，我嘛搁较爱谨慎，照正确的意思来讲解上帝的道理，无超越圣经，追求圣神甲真理，互人会当来看见耶稣。今年大神的即个请安嘛有准备一件影片，即件影片，即出影片我看了，我真正非常的感动，所以我嘛要邀请咱的同工来放这影片，互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做伙来看。
可能即个鸦片的声音较细声，毋过我想伊的重点，互我看到是我的学长姐，因伫回应呼召即条路顶面，因是真正非常的认真，要委身伫上帝的教会内底。一个牧者的养成并无简单，真需要教会培育，也佫有神学院的装备。教会培育帮助即个人回应上帝呼召。神学院的装备嘛，互遮个受呼召的人，佫较得到好的装备。我老师常常甲我讲，培养牧者将来拢毋是神学院家己的代志，培养牧者嘛是教会的代志。所以我一直拢非常感谢建成教会，伫我的生命成长的过程中间，诚侪坚固我信仰的一间教会。所以伫我失落的时阵，有人鼓励我；伫我的信仰拄着困难的时阵，有人帮助我、陪伴我，行过我的困境。伫我迷失方向、找无到未来的时阵，有人替我祈祷。伫我决心要回应呼召的时阵，是恁支持我来去读神学院、受造就、受装备，会当放心免烦恼钱的代志，会当专心读册，为主来拍拼。所以对这我非常的感谢，我非常感谢上帝，真正差派咱即间神教会，会当成做一间疼惜牧者、培育牧者的教会。神学院接棒来栽培遮个人，诚做好的牧者，会当好好来讲道解说上帝话了后，嘛会当互地方教会的信徒来得到造就。所以，搁较有机会会当感动伫地方教会的人，会当继续回应主的呼召，继续诚做愿意回应呼召专职的同工进入神学院来受到装备，会当搁一摆搁转去到教会，搁栽培下一代的人，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。所以培养一位牧师无简单，要培养一位愿意委身的牧师嘛，真正无简单。这拢是需要咱教会甲神学院做伙合作所带来的成果。所以，互咱做伙继续支持，继续搁较侪愿意支持咱的神学教育，尽量补足咱兄弟姊妹咱的集体的需要，互咱的神学教育会当继续来努力进前，咱嘛为着因继续来祈祷，继续来奉献，继续来扶持，互咱会当做伙徛伫即个信仰的根基的顶面，继续好好建造基督的工程，会当互未来主搁再来的时阵讲，恁是正忠搁善良的奴仆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爸上帝，阮真感恩会当看到主耶稣你伫阮的生命所做的一切，互阮因为有得到福音啊，阮毋免惊吓遐假的消息，会诚做阮的困扰，诚做攻击阮的迄个武器。主求你继续坚固阮，特别求主你继续伫建成教会所有每一位兄弟姊妹。互阮伫主耶稣你的福音的顶面，会当得到帮赞，阮嘛袂摇掣。互阮所行的路，拢是正的路、正确的路。阮的同心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免。咱来回应上帝的话。信息第295首，勇敢坚固信徒。咱起来因全首。无论何歹境有。
请坐。这是咱来奉献，咱遮同款的同工。咱起立来迎奉献诗歌。请坐。煞者，咱来进行公道。公道的事项记载伫旧部的内底。咱为着教会异象，新传进信徒万民该祭司来祈祷。为着遗体陈金子、刘慧英、陈王楠、林双耀、洪甘之、卢雪英、陈德明、胡义梅、石玲玲、刘秋敏、陈丽水、林旭苑、陈美芝、谢丽慧、陈秀荣、杜昭、李以诺、萧素女、郭道博、黄静茹、陈依丽、张朝明、陈怡君、陈昭明、汪世军、刘慧忠，遮咱的兄弟来为因来祈祷。第二，为着逐部大团契圣诞节期的备办，甲明年度的事工的计划，求主赐下智慧甲合意的心。第三，为着11月26号就合一选举，甲台海情势以及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事来祷告。咱只是额头来祈祷。亲爱的爸上帝，求你引带教会的脚步，带领阮行伫你的旨意的中间，互阮的教会行福音的路，
我也求你看顾教会中身体有病痛、甲年岁较大的兄弟，求你帮助因伫生活当中有对你所来的毋望甲喜乐。此时，阮也要因你甲是阮的主导文安尼祈祷讲：阮伫天你的爸，愿你的名信，你的高灵教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食今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你带阮入地市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报告，咱掀开周报内底，咱来看。咱看教会消息。本主日是台湾神学院研究学院奉献主日，感谢郭正尧团队所带来的信息，愿主赐予因一家身心灵勇壮，阁有智慧甲能力，请大家为神学教育的需要关心奉献。咱今日嘛要感谢郭正尧传道。第二，小会报告。小会报告内底，小会接纳明年度特团契会长信歌队余宗琴、乐团潘天一、少年团契张美玲、青社团契蓝佑书、妇女团契吴雅玲、社青团契蔡佩玉、青年团契邱志宏、少年团契林子爱、自由校长史凯华、青少年的辅导是王定信甲林子瑜。第二点，小会准信歌队指挥吴美玲老师请辞，任期是到12月31号。新任的指挥杨若琳老师要伫2023年1月1号来就任。第三点，11月19号拜六早起10点召开中指会，中昼12点召开2023年事工研讨会甲预算的会议，请各团契新就任会长甲辅导来出席。中昼有备办便当。第四点，后主日11月20号感恩节主日，迄天是学童礼拜。礼拜中要进行大手牵小手，一同向上献心献银的行动，来回应上帝一年来的固守甲引带。后主日举办一家一菜感恩的爱餐。请也未登记拿手好菜的，到1楼的柜台登记。迄天中昼爱餐了后，要进行圣诞布置，请各团契以总务部的规划来进行。第六点，2023年主日爱餐零限，一个单位是3000块，零限款项请直接交予干事来登记。第七点，2022年9月份的教会财务报表已经公布啦，请大家自行来参阅。团契消息，11月18号拜五早起10点，双年团契聚会，主理是林朝泰牧师。以上，咱来上映信息第509首。乌老天爸万福本源，咱上映了后，请郭正尧传道为咱祝祷。咱起立。Oh
咱做伙来祈祷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上帝主爱，以及圣神所赏赐的智慧，互咱正下的姊妹会当来明白主的话语，甲主的福音真道理。求主耶稣引带咱正下的姊妹脚步，互咱都会当徛好在，坚固彼此的信仰，直到主过来迄日。阿门。请坐。灭岛避讳。